我覺得在維也納生活是很平安、很安全，然後很舒服。然後在藝術領域上，就是他們的 activity 很多，所以每天都有歌劇啊，有 orchestra 啊，有festivals， 所以就是这個生活很豐富。他們晚上的活動是蠻多的，有些人去聽歌劇院啊，聽交響會，然後也是去看 theater， 然後有些我去參加舞會。我們就是有空的話，跟朋友一起出去。工作的時候是很定，然後很專心。壓力是沒有，可是就是很多病人，所以我們要就是時間要安排的很剛剛好這樣子。我們診所是2019年開業的，這診所是我弟弟，他是建築師，他設計的，然後他想要給病人也是一個很溫暖的感覺。如果進了診所的話，讓他們就是看起來診所像家裡這樣子。然後讓他們很舒服，可以來找醫生，然後跟醫生溝通。然後我們這個診所是一個 combination， 我們有 wound manager， 然後有普通外科，然後我們一起利用這個場地，然後我們就是診所就是看病人，給他們 consultation， 然後做一些小的手術，然後拆線，開完刀拆線。所以這個診所也是一個 space， 讓病人，就是跟病人溝通，跟病人相處的地方。我在診所裡面就是一個星期2天，然後大部分就是8點開始到晚上6點，然後我們就是看病人，然後每個病人新的病人只要1個小時的時間，回診的病人差不多半個小時的時間。我診所第一眼看到的時候，我可以 identify myself with the design， 所以就是好像就是我的診所這樣，然後可以代表我的思想、我的 idea， 然後我的 vision。如果是講到人情味差異，在台灣的感覺就是 very friendly。這邊人會比較冷靜一點，然後沒有那麼 welcome， 就是第一面見面。可是如果你們認識他們之後，他們也是 very friendly。小時候的話，每次從台灣要回來的話，心裡會有一點傷心，然後有一點遺憾啊。可是現在 OK 了，現在因為長大，然後自己的朋友圈，然後知道就是已經進入這裡的社會了，所以就變成也是 second home。